大家好啊！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新樓盤，就係大埔上賢。我自己就好少去大埔嘅，上一次去就係上賢康馬，同事揸車一齊去睇地盤。今次我為咗做呢條片呢，自己專登去行多一次。今次先去大埔嘅地盤，再去長沙灣睇市位。我今日就用 Google 指示嚟行，咁如果大家有其他嘅捷徑，可以留言分享啊！今次呢條片都幾長下嘅，希望大家耐心睇完。如果大家中意，不妨俾個 like 我。而家開始，今次我係由上賢行到落去大埔墟站，沿途亦有好多樹蔭，一條路尚算好行。如果唔想每日喺會所用死板嘅跑步機做運動呢條路都係一條不錯嘅運動跑道。如馬窩路旁邊都有學校、公園、運動場、車場，都唔係完全冇配套㗎。大埔馬窩路顧名思義，因為位於大埔區馬窩而得名。呢一區本來係一條名為馬窩嘅鄉村，亦同好多新界嘅地區類似。馬窩村早年居民可能係以務農為主，不過具體早期鄉村歷史文獻資料較少，所以冇辦法再深入了解。馬窩路一帶發展主要係香港政府將大埔發展為新市鎮，隨住大埔人口喺1970年尾至到1980年初增加，呢一區嘅基礎設施同道路嘅網絡亦相應擴展。馬窩路本身係一條現代嘅道路，連接達運路，途經多個住宅區，包括馬窩路花園同新豐花園。近年嚟呢一區持續進行住宅項目開發，例如喺2020年一幅馬窩路嘅住宅用地就由萬科置業同青建國際中標，就係而家興建緊嘅大型住宅項目上賢嘅位置。上賢係一個位於香港大埔馬窩路嘅大型住宅新盤，由萬科同青建國際合作發展，分3期共提供1650伙單位，戶型由開放式至到4房，主打1房同2房，提供平台同天台特色單位，交通便利。鄰近港鐵大埔墟站，校網屬於小學嘅84校網，預計入伙日期係2026年嘅7月。屋苑坐落嘅地勢較高，遠離市區繁囂嘅位置，居住環境非常安靜舒適，加上有優美嘅山景同翠綠嘅周邊環境，空氣清新。作為一個中低密度嘅住宅，整體感覺開揚，壓迫感亦較少。雖然屋苑位置較靜但附近有一架綠色嘅小巴20號 S 由馬窩去到大埔墟，居民步行10幾分鐘亦可以去到大埔墟街市同大埔中心一帶，可以獲取基本嘅民生設施同購物選擇。總結而言，上賢以綠翠山林、開揚景觀同清幽嘅來源係主要嘅特色。窗外盡是綿延山巒同鬱鬱樹林，貼近自然，提供一個寧靜舒適、風景優美嘅居住環境。呢個位置遠離人聲鼎沸、車水馬龍嘅生活，空氣額外清新，充滿自然氣息，係舒緩都市壓力嘅理想居所。附近仲有大埔坳自然保護區，係香港最早嘅自然保護區之一，以豐富嘅林木生態聞名，被層層綠意環抱，係觀鳥同探索自然嘅好去處。馬窩路雖然係住宅區但聽到嘅係大自然秋秋鳥聲同習習風聲，延續咗呢份寧靜同埋生態氛圍。
萬科喺長沙灣有3個試位，包括1房、2房、開放廚同2房嘅緊廚。今日我就同大家去睇長沙灣呢3個試位，而家去片。如果大家想放盤或者買樓，又或者想揾租盤，可以電郵俾我啊，睇下我可唔可以幫到大家。我呢條片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如果大家睇到最後，不妨俾一個讚好我，留言或者可以分享出去，我就感激不盡啦〜